多謝代主席。上個星期我代表公民黨提出呢一個修訂之後呢，就接到一個不幸嘅消息呢，就係我一位好朋友呢喺澳洲過咗身。咁所以主席，我今晚呢就要坐飛機去參加呢個喪禮。咁我唔知道會唔會可以趕得切喺我坐飛機之前呢，可以到時動議我嗰個修正案。但係如果唔可以嘅話呢，亦都根據而家嗰個議事規則呢，我係被逼係要撤銷呢個修訂嘅。所以我喺呢度先同主席、各位同事同埋各位市民道歉。主席，今日馮檢基嘅原動議呢，其實係對一個未來特首呢係提出多項嘅一個期望嘅。咁但係公民黨一直都係話呢，政治同埋民生呢其實係緊緊扣連嘅。如果你講民生呢，要講扭轉貧富兩極化，或者講呢個社會共融啊，係必然呢係同政制民主化呢係有關嘅。當你管治香港700多萬人嘅特首，仍然係透過1200人嘅小圈子選舉產生；當你立法會仍然有一半係嚟自係一啲小圈子嘅功能組別；當政府嘅施政係難以避免呢係向既得利益者傾斜，貧富懸殊點會唔係繼續嘅兩極化呢？中產嘅階級又點會唔會繼續向下流呢？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或者基層或者年輕人，點解唔係日日都喺度講緊官商勾結同埋地產霸權呢？一個真正穩定和諧公義嘅社會呢，好似離開我哋係越嚟越遠。簡單一句，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內地學者余可平呢，佢曾經發表過文章呢，就係話民主係個好東西。咁佢亦都發表另外一個文章呢，係關於民主亟待釐清嘅6個關係，就特別提到呢，民主同民生呢係息息相關嘅。我引述佢講嘅話，佢話改善民生同埋發展民主之間係一種相輔相成、互為促進嘅關係。民主同民生不相互排斥。對於單個嘅公民嚟講，經濟權益同埋政治權益都係佢正常生活所必須嘅。對於整個國家嚟講，改善民主亦都好，發展民生亦都好，歸根究底呢係為咗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嘅現代化強國。民主同埋民生係中華振興共和國家嘅騰飛嘅兩翼不可偏廢，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係一種錯誤嘅思維。引述完畢。代理主席，公民黨一直都係強調民主同民生嘅重要性，同埋喺修正案上面呢，我哋係舉出多項係政制發展嘅重要嘅因素，因為我哋睇到最近即係兩位非常之熱門，或者應該講最熱門嘅特首候選人呢，佢哋都係淨係講民生啊、房屋啊、經濟啊、發展呢啲議題，對於政治嘅議題呢，係完全呢係避開嘅。佢哋點樣睇？譬如政府係要剝奪市民嘅補選權呢個替補機制，佢哋嘅立場係點呢？佢哋同唔同意應該係立即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呢？佢哋願唔願意廢除呢個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31條呢？呢個亦都係有提到，就係話勝出嘅特首嘅候選人呢，要聲明佢唔係任何政黨嘅成員。佢哋願唔願意係承諾或者會推動2016年係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或者呢個分組點票嘅機制呢？係唔係願意承諾喺個任內唔會推，或者未有呢個普選之前唔會推呢個23條立法呢？主席，公民黨希望亦都呼籲星期日嘅選委呢係有權投票嘅人呢係會積極嘅投票，亦都呼籲所有嘅選出嘅選委啊、傳媒啊或者香港嘅市民呢，都會向呢啲小圈子嘅特首嘅候選人追問呢啲非常之重要嘅有關民主、自由、民權嘅一啲重要嘅問題。
另外，主席，我哋今日提出嘅修正案呢，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呢，就係講公眾嘅參與。呢個亦都係我嘅修正案同埋原動議同埋其他修正案唔同嘅地方。因為傳統嚟講，民主運動呢一直呢係希望爭取雙普選或者落實雙普選。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睇返近年嘅民主嘅社會嘅發展呢，我哋見到呢就係越嚟越多嘅市民呢希望參與公共或者社會嘅活動。譬如我哋睇到2006年保衛皇后碼頭嘅事件，係一石激起千重浪，強調呢係要參與式嘅民主，唔係單止呢就係靠選出一啲代議議士喺議會度代表佢哋發言，而係希望直接嘅參與，係要求政府呢係順應 Web 2.0時代創出嚟嘅條件，可以快速咁回應市民，做到更加接近直接民主。自從董建華特首前香港嘅特首殺咗2個市政局之後呢，地方行政嘅民主呢係不進係反退嘅。廢除市政局後呢，市政管理由政府官僚全權負責，發酒牌啦、改街名啦呢啲嘅事務呢，都完全由政府委任嘅諮詢架構處理。同時你睇返譬如我哋嘅城規會嘅制度啦、古物諮詢嘅委員會啦、環境諮詢嘅委員會制度呢，依然呢係行政吸納政治，成員呢係全屬委任。實際上呢，亦都係由官員去擔任秘書處，係將佢哋嘅意見呢係提交俾呢啲委任嘅人，特別係加上曾蔭權現任嘅特首呢係公然嘅係推行呢個親疏有別，呢個亦都係令到呢啲咁嘅諮詢架構呢更加係多呢係一面倒嘅建制嘅聲音，亦都係扼殺咗呢係公共參與嘅機會。我哋睇返12月1號《經濟日報》嘅報導啦，政府呢就係話本年度呢首到7個月嘅財政盈餘呢已經係高達咗227億。咁未來數月呢，當然呢政府仲有好多地皮要拍賣啦，加上稅收嘅入帳啦，亦都有好多稅務學會啊或者好多會計師出嚟呢係預計呢係今年嘅政府嘅盈餘呢再係會創新高。咁我哋睇返呢，就係香港現時嘅盈餘呢，亦都係超過係好多而家面臨譬如歐債啊或者其他嘅國家呢，係令到佢係非常之羨慕嘅。但係我哋睇返政府係咪究竟係善用我哋嘅盈餘呢？我哋嘅問題呢，就係好多時候市民都睇到㗎啦，就係所謂叫做官富民窮。代理主席，可能你都記得呢，以前我哋有位財政司司長呢，就梁錦松，佢當年呢，就係話呢，呢個財政儲備呢，應該係要有公共開支大概等於呢係12個月嘅開支。咁後來呢，唐英年接任咗財政司司長嘅時候呢，亦都係跟翻呢一個做法，就將呢個財政儲備嘅目標水平呢，就係放喺相等於12個月嘅政府開支嘅數目。咁曾蔭權呢，就喺1998年、1999年度呢，係我哋嘅財政司嘅司長啦。咁當時呢，就你睇翻呢個日常嘅財政運作呢，係維持呢係3個月嘅開支嘅。咁如果為咗處理應急嘅事故呢，就仲有呢個9個月嘅開支嘅餘額嘅。但係我哋而家嘅儲備呢，係相等於大概20個月嘅公共嘅開支，亦都係我哋問咗好多次，就係財政司司長究竟係要幾多個月嘅支出要儲埋先至係可以成為足夠嘅一個財政儲備嘅水平呢？但係從來呢，曾俊華司長都唔肯講嘅。咁我哋覺得亦都係未來想做特首嘅其中嘅候選人呢，其實都係應該咧同市民交代，究竟認為咧多少嘅儲備嘅水平呢，
先至足夠。如果唔係呢，就係好多時候我哋發現呢，就係冇一啲長遠嘅計劃，永遠都係有盈餘嘅時候呢，就做呢啲短線嘅派糖。呢個唔係我哋香港人所要求嘅一個特首嘅做法。另外冇足夠嘅時間，我哋其餘公民黨嘅呢會講其餘嘅。陳偉業。